今仔是3月7日国际妇女节，劳动部统计2009年到2022年，台湾女性的劳动参与率有增加的趋势。25岁到29岁的查某人伫工课场的比例是比日本、韩国佮美国愈较悬。有袂少本地拢以查甫为主的工课，即马是有愈来愈侪的查某人加入。台记台青春咱的梦，伫今仔暗时的7点半，特别带观众朋友来看新时代的女性是安怎来行出家己的路。演过大家对赤字的刻板印象，较会甲负面的形象连结。不过现此时，赤字已经互看作是一门艺术。因为咱台湾赤字的师傅大部分拢是查甫的，对女性的人客来讲，有当时较无方便。女性的赤字师傅单福看到这个市场，决定开全台湾头一间以女性为主的赤字工作室。我是女性，那女生在刺一些私密部位，想找女生是很正常的事情。对，那他们的老公、男朋友也会说，那我希望你可以找女生做，我自己比较放心。真侪职业妇女，现在拄到工课甲家庭两边拢爱兼顾的困难。王顺珍有2个囡仔，是少数女性使连结来的司机。做这道的走车的时间真长，因为嘛捌去互司机讲，是安怎无爱留伫厝里带囡仔就好。俺哥嘛是有人会跟咱讲，你是查某囡仔，你若无爱一厝的就好啊。既然你本来就咧带囡仔，你带来考驾照。因为咱讲，做司机就是红衫穿一半，一路的就是危险。丹妮，我跟你说，我在打扫的时候突然想到啊，不知道我过世的阿嬷现在投胎成什么了耶？最近这几年伫现场的戏剧圈，女性的戏剧演员甲女性的观众数量嘛愈来愈多。这个女性的戏剧演员，互笑亏袂阁受到性别的限制，嘛因为女性的身份，会当更较有路来呈现舞台的效果。就像男性的喜剧演员，他们可能每个人擅长的都不一样。那我觉得女性的喜剧演员也一定可以，就是他们不一定要因为自己是女生，所以只能做什么。女性的力量无限界受到束缚，因勇敢追求因的梦想，改变工课场刻板的印象。希望未来每一个女性拢会当自由选择家己的路，展现无限的可能。记者陈嘉顺、连新维综合报道。